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振兴3倍券昨正式来开卖，全台湾各地邮局一透早拢出现着排队的人龙，造成这个系统一度来小度卡掉咧。都参这个4大超商的系统嘛瘫痪，有人等将近1点钟也未领到券，民众是怨声四起。结果参民进党家己人嘛开炮咯。民进党的立委何志伟就来痛骂讲，这个3倍券甲大家物价是7/3匹用买无了了。今仔日领券的第2天状况如何呢？先来看超商，价真好咯。一透早超商的机台前已经无看到像昨迄种排队的人潮。来领券的民众讲，这个操作机器的过程拢真顺，比预期当中的速度紧真多。领的时候觉得顺畅，很顺啊，就是插健保卡就可以领。透早9点，超商的机台进前，都几啊民众摕健保卡来领3倍券。健保卡插入去到领到3倍券，唔免2分钟。昨天人太多了，然后就想要避开人潮。3倍券昨开始开放领券，敢若是超商、超市啊，佮药妆店，都有超过170万人去领。部分超商的机台无啥会顺，所以有一撮民众是今仔才去领。状况如何呢？那我刚插进去，它一下子转很快，一下就出来了。就是你们3倍券之前。领券的规定真顺，民众嘛开始规划讲3倍券要安怎用。可能会规划旅游吧，对，就是现在刚好暑假，买一些可能衣服、鞋子啊。虽然政府是有晚鸟优惠，鼓励讲18号过了后再去领券，就会当参加饭店带暝抽奖，但是大部分的民众早就已经规划好啊，敢若想讲较早摕就当较早用。